AK 飾演嘅輝仔點解要計時勒自己條頸呢？擴大性自殺、pansexual、自證預言呢一啲字眼係點解？喺電影入面又意味住啲咩意思呢？大家好，我係心理學渣，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一套比較沉重嘅電影《我們不是什麼》。我相信咧好多觀眾同我睇完一樣，都有好多嘅思考啦、感受喺入面。咁我寫呢段稿嘅時候，先發現咧，哇，原來入邊嘅人物細節係多到咁樣。今集咧都同平時一樣啦，會分析一下電影入面我見到嘅人物細節啦，亦都會去講下入邊一啲心理學嘅專有名詞，例如咩擴大性自殺啊、自證預言等等。同平時一樣，一定會有劇透噶啦，所以自己斟酌觀看啦。順帶一提，心理學渣係一個關於生活同埋娛樂嘅心理學頻道，我會用輕鬆愉快嘅方式去分享心理學，同埋傾下唔同嘅影視作品，希望我哋都可以透過日常生活同埋娛樂入面一齊學習人生、反思日常。如果你都喜歡嘅話呢，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啦。一開始咧，同我哋平時一樣，先講下電影嘅英文名稱。佢個英文名咧就叫做 We Are Nothing at All， 咁譯翻做中文咧就係我哋乜都唔係，或者我哋唔係啲乜，就好似故事入面嗰兩位主角咁，生活喺呢個社會，令佢哋感覺到自己乜嘢都唔係。電影嘅開頭咧就係一架巴士喺街上面行緊，行下就突然之間爆炸，然後咧佢就即刻出咗一個 staff roll， 就好似嗰套戲已經完結咗咁樣啦。我認為電影選擇用一個 staff roll 做過場，而唔係出 title 咧，係因為佢想令到嗰個完結嘅感覺咧更加之強烈，就好似電影最尾咧，其實都係喺呢一場爆炸入面完結咁。嗰一刻就好似話俾我哋聽，我哋眼中嘅日常咧，其實就係可以咁樣突然之間完結。喺燒烤場入面咧，我哋見到龍 Sir 嗰一個完美嘅生活，提早退休，有個錫佢嘅老婆，仲有警察特登請佢翻去做嘢，派架車嚟接佢添。對比起佢後嚟嘅遭遇咧，呢一度就係一個好大嘅反差啦。去到現場，朱謙飾演嘅呢個蔣 Sir 咧，我覺得佢嘅表情真係100分。當佢見到龍 Sir 喺度嘅時候，個樣咧，佢係好自然咁樣向後縮一縮嘅。但你見到佢咧，又未去到好似係憎龍 Sir 或者對佢有咩恨意咁。佢下一句，我相信有龍 Sir 喺度，我哋一定會好快破案嘅時候咧，你聽到佢嘅語氣入面係冇任何積極嘅情緒嘅。亦都係表現出佢對於龍 Sir 嘅出現係有啲唔滿意，因為突然之間有人嚟插手自己嘅案件啦，加埋以龍 Sir 嘅能力，佢應該係有啲擔心佢嘅功勞可能會咁樣被搶走。但佢一開始對住龍 Sir 縮埋嗰個樣呢，去到後嚟我哋就會知道佢呢一個表情動作背後嘅原意啦。喺現場，電影好赤裸咁樣俾我哋睇到一具具燒焦嘅屍體啦、殘肢，無論驗 DNA 或者身形咧，都好難辨認到佢哋嘅身份。喺呢一刻，佢哋嗰一刻嘅身份咧，已經好似電影嘅主題咁，已經乜都唔係。電影將呢啲燒焦嘅屍體咧，咁赤裸咁呈現俾我哋，我認為佢係想觀眾直接感受到嗰件事嘅殘忍程度。當我哋睇完套戲咧，就會更加感受到咧，兩個主角佢哋心中對社會嗰個恨意係有幾大。咁一隻戴住 Hida 手錶嘅手咧，被記作520，咁係一個我愛你嘅諧音啦，亦都反映出 Ike 對於輝仔喺愛情上面嗰一種不顧一切嘅態度。咁鏡頭一切換咧，就知道呢一隻錶本來係屬於 Andrew 嘅。根據電影嘅造型設計蘇俊恩所講咧，喺佢心目中咧，Andrew 係中意 X Japan 嘅。咁而 X Japan 咧，作為日本視覺系嘅先驅啦，我哋都可以咧由阿 Andrew 嘅眼妝上面咧見到佢有類似嘅妝容。當然，另一個佢會化一個咁樣嘅妝嘅原因咧，係因為佢嘅性取向同埋工作需要，因為要有人留意到佢咧，佢先有機會開工嘅。講多少少呢個角色先。當 Ike 喺床上面問佢係鴨定係鵝嘅時候咧，佢就話自己兩樣都得。但喺演員阿 Four 嘅 Flex 上面咧，佢就表達呢一個角色嘅選擇咧係做鵝嘅。慎防大家唔知道，鴨咧就係指為女性提供性服務嘅男妓，而鵝咧就係為男性提供性服務嘅男妓。結合演員嘅演繹同埋佢嘅對白咧，我相信 Andrew 嘅真實性取向咧係中意男性，龍 Sir 同埋 Ike 咧都係佢真心愛嘅人。不過為咗生活，佢就唯有兩樣都做。嚟到 club 入面嘅廁所，我哋見到車婉婉飾演嘅 Judy 出場嘅時候咧，喺洗手盆用水喉水幫自己食咗粒丸仔。咁我哋唔知道嗰粒丸仔係咪毒品啦。不過我相信咧，冇乜醫生會教你直接喺洗手盆攞水喉水送藥。
對比起後面揭露翻原來 Judy 係個醫生，佢嘅行為就完全對應到片尾龍 Sir 講過一句，講就 liberal， 做就老靚圖。咁 Judy 嘅老靚圖行為當然唔止呢一樣啦。當佢發現自己個 AMS 袋唔見咗嘅時候呢，佢就不顧一切要撳停音樂，仲話要報警。但同警察講嘅時候呢，就完全相反，係用翻 club 老闆同佢講嗰句唔好阻人做生意去解釋。而佢對雞鴨鵝嘅指控呢，亦都表現出呢個社會上位者對下位者嘅一啲不尊重。留意翻，當係 Andrew 嘅女友人同佢起口角，但係 Andrew 嘅反應呢，就係話要走。情況就好似熱 K 後嚟喺酒吧拉住輝仔咁，因為佢哋心目中知道喺香港呢個社會，你根本冇辦法冇得同佢鬥。去翻前少少講熱 K 嘅出場。嗱，大家都聽得出熱 K 呢個名咧係一個日文嚟㗎啦，但係佢又係咩意思呢？熱 K 呢個名咧係嚟自於動詞 iku 嘅 K 形，即係去吧咁樣嘅意思，就好似佢個角色性格咁，只係想去追自己想做嘅事，追自己中意嘅人咁。改呢個日文名咧，亦都配合翻佢認得呢隻 Hide 紀念錶嘅細節。喺警局，龍 Sir 就同後輩黃有南解釋呢一隻 Hide 紀念錶背後嘅故事。喺90年代，X Japan 同埋 Hide 咧都係被視為一個反傳統嘅象徵。但喺1998年5月2號，Hide 就被發現喺浴室門口昏迷不醒，條頸俾毛巾吊咗喺門把上面。送院之後宣告不治，一日之後俾警方以自殺結案。佢嘅身亡唔單止引嚟5萬幾人喺日本街頭送殯，幾日後更加接連出現幾位樂迷自殺嘅呢一個社會性影響。Andrew 同埋 Ike 對於呢隻 Hide 紀念錶嘅鍾愛呢，或者都反映咗佢哋嗰一種向死而生，只求當下快樂嘅人生觀。龍 Sir 能夠咁巨細無遺講出呢隻錶嘅內力，呢個位都好巧妙。導演借用後輩對佢喺鑑證上面嘅崇拜，令我哋都一齊覺得佢嘅了解係因為佢作為一位優秀鑑證專家多年嘅知識。但後嚟我哋知道，更有可能嘅原因係因為佢同 Andrew 過去嘅一段情，所以佢當下咧就有一句糾正佢嘅後輩：戴錶嘅人唔一定係鑊友，可能佢中意攞呢托咧就好可圈可點啦。到底佢呢句説話係佢作為鑑證專家對於假設嘅嚴謹程度啊，定係因為 Andrew 中意攞呢托突破咗佢對於 Andrew 戴呢隻錶或者呢一種人嘅既定印象呢？不論如何，呢一句説話喺電影入面咧都有另一個意思，就係我哋人有住好多唔同嘅多樣性。一個人可以睇落去係好好先生、鑑證專家，但佢背後其實可以係一個 pansexual 嘅人。佢對敬仰自己嘅後輩説出呢番説話，亦都係慨嘆緊自己其實都有住好唔同嘅一面。當然，眼前呢一名後輩係聽唔出佢嘅言外之音，仲記得佢曾經嘅教誨，唔好俾自己嘅假設變成自證預言。英文字幕咧，我哋見到叫做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呢一個現象咧係嚟自於社會心理學。當一個人預期某種事情會發生嘅時候，係會導致到我哋個人嘅行為跟住呢方面嘅期望去走，結果咧就有可能好似嗰個人預期咁樣去發生啦。心理學家 Robert Waltenfeld 就做過一個咁樣嘅實驗。佢喺間學校咧同一班老師講：我 check 過咧呢某幾個學生咧智商特別高，未來佢哋嘅成績咧一定會好㗎。咁其實咧，嗰班學生咧根本唔係特別聰明，係隨機揀嘅啫。但神奇嘅事情發生啦，過咗一段時間，嗰班學生嘅成績真係好咗喎。點解呢？心理學家發現嘅原因係老師因為覺得佢哋聰明，所以咧就俾多啲關注佢哋啦，俾多啲練習同埋 feedback 佢哋啦，慢慢就搞到佢哋嘅成績真係好咗啦。好學術佢係係啊，你留意下龍 Sir 喺燒烤場嗰間房入面嗰個書架，佢係有本書寫住 psychology 嘅。有趣嘅係呢一段説話係曾經嘅龍 Sir 講嘅，反映出佢以前嘅世界觀。當時嘅佢相信呢個世界係客觀嘅，鑑證係睇證據，法庭要睇法律，叫我冇犯法就唔會影響工作。不過佢嘅提早退休就打破咗佢呢個世界觀啦。嚟到海旁 ，Andrew 咧就揾到畫緊畫嘅 Ike 同佢解釋寫生同埋寫死嘅分別。Andrew 就話對佢嚟講咧係冇咩分別。或者都反映咗 Andrew 嘅人生觀，活成呢一個樣子，可能生同死都唔係太大分別啦。喺呢一度咧，阿 Ike 仲解釋到其中一張畫咧係一個叫玉德祠嘅地方，據聞喺70-80年代咧嗰度就係一個男同志尋歡嘅聖地。Ike 會畫一個咁樣嘅地方咧，可能都反映出
佢內心咧希望可以揾到一個接納到佢作為同志嘅地方。親熱嘅時候，佢仲講到咧，佢想去巴黎蒙馬特度畫畫。呢個時候嘅佢對未來比起 Andrew 咧，似乎更加有盼望。下一幕簡單喺警署入面講到呢單案有可能係因為氣體爆炸而產生嘅呢，就輪到 AK 飾演嘅輝仔喺工地出場。佢同其他工友唔同，冇見到工頭埋嚟即刻衝過去追人工。輝仔呢係先走埋翻自己個位，熄咗支氣體先，再行埋去嗰一班人入邊去追討人工嘅。呢一個細節除咗暗示俾我哋聽點解輝仔會識得去偷氣體造成個爆炸之外，亦都係顯示咗佢嘅性格。比起自己嘅利益呢，佢更多係先聽咗人哋嘅說話去做，先守咗個規矩先。當佢守咗個規矩，但人哋唔守規矩嘅時候呢，佢內心感受到嘅委屈呢就更加之大啦。有好多人話睇完套戲呢就揞住，我諗呢一點呢，好多人都會有共鳴。就好似呢一段工地罷工咁，而令輝仔或者觀眾更加嬲嘅係，當佢堅持嘅時候，反而就有另一班同路人拉住佢。同樣嘅情節發生喺酒吧熱茄嗰一場戲上面，唔同嘅係輝仔喺呢一度展現出嘅係佢對呢班人嘅憤怒。點解要阻住自己為大家爭取大家應得嘅事物呢？翻到去輝仔嘅屋企，我哋見到佢用皮帶勒住自己條頸喺度計時。導演提到呢一幕呢，係出自於芥川龍之介嘅《Anu Ahono Isho》或亞外的一生書中嘅第44段，標題係死。喺呢段入面，主角用腰帶準備自縊，但當佢伸條頸入去嘅時候呢，自己又喺度驚，所以佢為咗克服對死亡嘅恐懼呢，佢就進行咗一場自縊嘅練習。佢記錄咗自己被勒住頸嘅時候嗰種生理反應。喺感到短暫嘅痛苦之後，周圍嘅一切就會開始變得模糊。佢深信，只要捱過咗呢個模糊嘅階段，就能夠順利跨入死亡。跟住佢停低動作，望一望懷錶入面嘅指針，佢就得出一個精確嘅結論。感覺到痛苦嘅時間只係得1分20幾秒。我哋見到輝仔手上邊嗰隻計時錶嘅時間呢，係未到呢一個時間嘅，證明佢當下想克服死亡嘅恐懼。但係咧就未克服到，跟住咧佢就有一個追數嘅戲碼啦。我哋都見到佢嘅性格同前面一樣，佢先係有禮貌咁去追人哋數，去到人哋唔講道理咧，佢先至發惡。但咧佢遇到嘅困境同頭先一樣，對方惡人先告狀，借住呢一樣嘢唔去還錢，激到佢連個電話都整爛，仲要去揞錢買多部電話添。佢買電話嘅呢一幕咧，就接住熱茄賣袋嘅嗰一幕。兩幕咧都係兩位主角同一個售貨員嘅對話。賣電話俾輝仔嗰個就覺得，點解你一個年輕人會買部老人機嘅呢？而收買二手名牌袋嘅嗰位就覺得，熱茄你連 AMS 嘅讀音都講唔啱，你又點會係真係擁有呢個銀包嘅呢？講起呢個 AMS 嘅銀包，佢同前面嘅嗰隻錶啦，同埋嗰個火機入面嘅火石盾一樣呢，都係佢哋鑑證嘅時候揾到嘅物品。你發現呢，其實呢3樣物品每一樣嘢都係屬於熱茄，但係最後冇人認出嚟嘅都係熱茄。熱茄同埋輝仔第一次相遇呢，就係喺籃球場上面。熱茄為咗同佢多啲接觸呢，就搶咗人哋執佢嗰條馬汗巾還翻俾佢。第二次就係輝仔個波爭啲撞到佢，仲拒絕咗熱茄要送嘅嗰一幅畫添。好多人問點解下一次見面嘅時候佢哋已經同居咗？究竟佢哋係點樣一齊嘅呢？的確冇講到，可能令啲觀眾呢跟唔到嗰個電影嘅敘事，但係我認為對佢哋兩個人嘅描寫其實已經足夠令我哋明白到佢哋點解一齊。輝仔係從來冇試過有人咁認真去注視佢，一開始嘅拒絕呢，應該係因為佢對於自己性取向混亂嘅疑惑。但係由電影嗰2晚球場嘅劇情，其實都唔難去推測，熱茄應該晚晚喺度睇住佢打波，慢慢兩個人呢就係咁樣 close 咗啦。喺警局入面，彭秀慧飾演嘅龍 Sir 老婆咧就送咗啲 BBQ 嘢食同埋日用品俾佢喺警署長期作戰。我哋可以見到咧，呢位老婆係好了解老公要啲乜。日用品係因為佢知道佢會留喺度做嘢，而 BBQ 嘢食咧就係知道佢就算做緊一單咁嘅招屍案，佢都仍然會中意食。所以佢啲同事咧就揀晒三文治。得有男咧為咗同佢傾多啲偈，就一齊食 BBQ。咁龍 Sir 就講到一句説話就話
以前啲低級幹部做多咗，亦都係指緊呢蔣 Sir 去告發佢叫我嘅呢件事。佢仲話到唔明白係好事嚟嘅，最緊要唔好俾自己知自己唔明。佢呢句説話，我認為都係同緊自己講。當我哋睇完成套戲呢，就會明白佢點解咁同後輩講啦。因為佢以前嘅自己呢，同呢個後輩一樣咁天真，但後嚟因為嗰件事，佢知道自己唔明白世界原來係講就一套，做就老靚套，嗰一種對世界嘅絕望，令到佢想毀滅一切，所以佢先話唔明白呢係好事嚟噶。葉 K 嘅爸爸媽媽呢，就同親家嚟認翻個女同埋女婿，但即使佢哋嚟到啊，都冇人知道葉 K 其實都喺度。由飯台上面爸爸媽媽對禮金嘅嗰個態度呢，我哋就知道佢哋係比較傳統同埋未必咁顧他人感受嘅人。我諗亦都係呢一點呢，令到葉 K 對佢哋係更加難以啟齒自己嘅性傾向，唯有呢，就係用一張紙條嘅方式交代。而當佢翻到嚟同爸爸嘅一輪爭執之後呢，我哋見到佢一拖喼就走，證明佢一早已經內心明白屋企人未必可以接受，但佢依然呢係想同爸爸媽媽講呢一啲説話。但係佢嘅爸爸就話佢死變態仔不特止，仲打佢添。所以呢，佢同翻輝仔講嘅時候先話，細細個佢唔怕老豆打，但係啊最心痛嘅係老豆係從來冇咁樣話過佢。背後可能係因為佢以前當爸爸咁樣打嘅時候，佢都仲可能覺得父親係因為愛自己先去教訓。但呢一句説話就令佢覺得呢，父親係徹底咁樣放棄咗佢。聽完葉 K 講佢嘅童年之後，輝仔就攬住佢。我哋見到呢，輝仔呢個時候已經戴住咗嗰隻 Hide 嘅錶噶啦。根據電影造型設計所講呢，為咗表示佢哋兩個親密嘅程度，佢哋有啲衫呢係兩個人調轉去着嘅。大家呢，二刷三刷嘅時候都可以去留意一下。下一幕，一班警察呢就坐住巴士，沿住一條路線去重組案情。咁喺呢度，我哋見到一啲坐巴士嘅眾生相，包括有乘客放隻腳上車啦，銀行嘅 call centre 冇認真聽過人哋嘅投訴啦，唔講道理嘅巴士司機等等。喺另一幕呢，我哋仲見到有小朋友踢凳，葉 K 好聲好氣去同佢講呢，仲俾個阿媽鬧翻轉頭添。一路行緊嘅時候呢，蔣 Sir 都有講每一個站有幾多人上車啦，幾多人落車啦。其中一個站呢，係有5個落車，1個上車嘅。咁我就唔知道呢一啲數字背後呢，係咪有啲乜嘢意思啦。跟住落嚟兩幕分別俾我哋睇到輝仔同埋葉 K 嘅困境。輝仔走到入一間茶記度揾工，盧偉光飾演嘅呢位老闆呢，好熟悉心理學入面 foot in the door 嘅踢列㗎。先係用門口15,000蚊嘅人工，入到嚟呢就話14,000蚊人工，然後人哋話 OK 咗之後呢，就再加嗰啲送外賣啊、倒垃圾嘅要求。當輝仔翻咗工之後呢，仲同佢講出嚟做嘢係要襟屌嘅。喺海旁，葉 K 就俾人投訴佢阻街，俾差人撳喺地下。佢去到差館，就算話想拎翻幅畫，個警察都同佢講話告多你一條阻差辦公。上面接住出現嘅呢幾幕呢，其實都係俾我哋睇緊一個冇溫度嘅社會。無論係巴士上面嘅乘客啦、司機、踢凳嘅小朋友、茶餐廳定係差人，每一個人都只係顧住佢哋自己，而係冇嘗試過理解其他人。有嘅，呢幾幕入面係有出過一個好有溫度嘅畫面，就係 Andrew 同葉 K 買走嗰一幅救護車穿過人海嘅畫。佢哋兩個人喺屋企入邊講到，輝仔就話依家啲人見到人哋轟轟烈烈咁戀愛呢，就話人哋戀愛腦。而葉 K 就話幅畫畫落張紙上面同畫落 iPad 上面係唔同嘅。佢哋兩個人崇尚嘅嘢呢，都係嗰個曾經有溫度嘅世界，但好可惜，周圍呢個社會似乎已經漸漸變得毫無溫度。喺警局入面，龍 Sir 遇翻 Andrew， 佢想幫佢解開個手扣，但係蔣 Sir 就唔肯，而兩個人呢就起咗爭執。我認為蔣 Sir 之所以唔肯通融龍 Sir 呢，唔淨止係因為個規矩，佢係不滿上頭呢，唔跟規矩咁樣俾呢個人入自己添翻嚟查案。呢一個解孖頁嘅 request 呢，係進一步觸發咗佢呢個情緒。咁蔣 Sir 呢，就借住堅持呢個規矩去捍衞翻自己嘅自尊。而龍 Sir 佢本來就已經因為 Andrew 俾眼前嘅蔣 Sir 搞到佢冇咗 career， 依家連一個通融都唔俾，佢當然呢就大動肝火啦。事後蔣 Sir 就同龍 Sir 講，佢安排咗 Andrew 錄口供，
係一種佢冇讓步，但係可以息事寧人嘅方式，亦都咧引發到佢哋對往事嘅爭執。蔣 Sir 講咗一句：我尊重所有人嘅性取向，我捍衛所有人嘅自由。我認為蔣 Sir 咁講呢，係因為佢相信法律同埋上位者係做緊呢兩樣嘢，所以佢因循上位者做緊呢兩件事呢，就係尊重緊人哋嘅性取向，就係捍衛緊自由。但係喺龍 Sir 心目中，佢一直以嚟相信呢個世界係講規矩，去揾一留一係冇犯法。理論上警局係冇得因為呢件事去喐佢，加上警局大把人叫雞啦，但警局呢，結果就因為佢叫嘅係我而革佢職。呢個亦都係點解佢會話蔣 Sir 虛偽嘅原因。Andrew 錄完口供之後呢，喺架 lift 前面停低綁鞋帶，龍 Sir 衝咗出去撳 lift，但當 lift 門打開嘅時候呢，入面呢就空無一人。原來去到最後，龍 Sir 都係冇走到出去揾佢，而係望住老婆留低俾佢嗰個喼。呢一段戲唔需要一句對白，已經交代咗龍 Sir 最尾嘅選擇。Ek 同輝仔喺街上面見到有人被追斬，輝仔咧就好自然咁樣去保護 Ek。呢一幕咧係電影入邊第一次佢哋以旁觀者嘅角色。之前咧有好多幕戲，例如 Ek 俾人告咗街啦，我哋都見到有好多人揸住機喺隔離影。亦都咧有一幕俾我哋見到，就係有個人跳樓，但下面嘅人經過乜都唔做。一開始我哋可能會覺得冷漠嘅係周圍嘅人，唔係佢哋兩個。但呢幕戲就俾我哋見到咧，其實佢哋兩個都可能係其他人眼中嘅旁觀者。所以會唔會我哋見到嘅嗰啲所謂嘅旁觀者，其實都經歷緊佢哋嘅難關呢？翻到屋企，佢哋兩個人由交換餐具到上床交換溫柔。但當 Ek 摸輝仔重要部位嘅時候咧，佢就縮咗。Ek 以為輝仔咧係唔愛佢，所以下一刻你見到 Ek 對住輝仔打飛機嘅時候咧，佢個表情唔係享受，而係好痛苦，因為佢想得到愛，但又得唔到。而輝仔背對住佢瞓喺床嘅時候，個表情同樣好痛苦，因為自己想去愛 Ek，但係咧佢過往嘅經歷就令到佢呢個愛咧係有咗愛。可能大家呢度都會有個疑惑，輝仔細細個俾爸爸性侵而又勃起嘅經歷，係咪代表咗佢嘅性取向呢？其實係未必嘅。男性有生理反應呢，未必係因為性慾，物理上面嘅刺激呢都可以令人勃起。但問題嚟啦，14歲啱啱踏入青春期嘅輝仔，當時嘅佢呢又未必可能分辨到自己嘅性取向。呢一個經歷呢，就令到佢會對自己嘅性取向呢產生混亂啦。輝仔同時都有講到自己嘅媽媽，因為經濟關係就冇辦法脫離阿爸啦。呢個背景亦都令佢變得憎恨呢個世界，甚至乎咧係憎恨呢個無力嘅自己。佢嗰隻有無數條戒痕嘅手咧，就令我哋感受到佢嘅絕望。Ek 知道咗佢嘅故事，親吻咗佢手上面嘅吻痕，表達自己愛佢嘅一切，甚至乎係佢過往嘅傷痕。可惜嘅係，即使兩個人容納到對方，呢個社會並容納唔到佢哋。佢哋喺酒吧度過第一次生日就俾恐同嘅黑社會羞辱。留意翻，一開始輝仔咧都唔係即刻同對方開片，佢係先叫人哋走開，同工地嗰次啦、強哥嗰次一樣。輝仔每次都係人哋咄咄逼人，逼到佢埋牆角佢先發難。而呢一度咧，佢又經歷多次俾同路人拉住啦。可能有啲觀眾不解，點解輝仔要逼 Ek 打自己，仲叫自己死基佬，同埋又鬧翻 Ek 死基佬轉頭同埋打佢呢？我認為佢嗰刻個心情係複雜嘅。一方面佢當然嬲 Ek 拉住佢啦，另一方面佢痛心善良嘅 Ek 要俾人恰，同埋我認為佢將自己細個冇辦法反抗老豆嗰種無力感投射咗落 Ek 身上面，所以一方面呢，佢要逼到 Ek 識得反抗。另一方面都借 Ek 去懲罰自己呢個死基佬。最後輝仔攬翻 Ek，同佢講以後再有人鬧你死基佬呢，你就打柒佢。我認為呢一個擁抱同埋說話，同時間呢，佢都係同緊自己講唔可以再咁樣忍受落去。所以當佢知道阿媽再俾老豆恰嘅時候呢，佢決定幫阿媽一勞永逸解決呢個老豆。我都想講講佢老豆臨死之前講嗰番說話，唔係最後嗰句啊吓，喺佢前面話自己冇用，淨係識得翻屋企恰屋企人。事實上呢，呢一個亦都係一啲家暴會出現嘅情況。電影似乎想我哋反思，究竟呢一啲慘劇嘅源頭係乜嘢呢？呢度不得不提輝仔嘅媽媽，佢樣樣嘢都話自己唔記得，好似真係吸毒吸到失晒憶咁樣。
但當問到佢記唔記得用錘仔剝死人剝咗幾多下嘅時候，因為佢唔知道真正嘅兇器係把刀，我哋呢先知道佢口講乜都唔記得，但其實只係想頂包個仔嘅罪名。另外呢度都有個龍 Sir 同埋蔣 Sir 嘅細節。喺審問期間，龍 Sir 俾咗支煙仔輝仔嘅媽媽，蔣 Sir 就露出一個呢幾唔滿意嘅表情。佢喺電影嘅結尾都有講到，警局係唔俾食煙嘅，但佢知道龍 Sir 咁樣做係幫到件事嘅，所以呢，佢又冇加以阻止。所以你話啦，佢究竟係咪好似佢自己所講咁樣係咁守規矩呢？Ikea 翻到屋企，見到隔離屋死咗人，而輝仔打俾佢啦，因為好驚差人係想嚟查佢。Ikea 就話對面屋個男人斬死咗佢老婆啫，冇事噶，同前面佢哋見到條街斬人一樣。我哋知道呢兩個人都唔係冷血噶，但我哋都見到佢哋對身邊呢一啲慘劇呢係冇太大反應。當一個人連自己都未搞得掂嘅時候，佢哋仲點會有氣力去關顧社會上面其他有需要嘅人呢？喺便利店門口，或者係因為覺得遲早都會被警察揾到呢一件事，令輝仔覺得佢喺度已經冇晒希望。望住條街個名熙輝路，係佢哋兩個人嘅名字結合。佢決定呢，就喺呢條路上面留低佢哋兩個人嘅印記。龍 Sir 提到，佢覺得呢兩個人係擴大性自殺，咁學術上面呢，就叫做 homicide suicide 或者 extended suicide。呢一種自殺形式嘅成因，除咗龍 Sir 所講對社會或者生活上面嘅不滿，透過無差別殺人去報復同宣泄之外，仲有另一個成因呢，我覺得同輝仔都有關，就係對身邊人帶住嘅一種慈悲。因為對世界嘅絕望，令到佢哋覺得留低親人只會令佢哋喺世界上面繼續受苦，所以有唔少 homicide suicide 嘅個案呢，都係佢哋會殺害自己嘅親人啦、愛人啦，然後再去自殺。輝仔帶住 Ikea 一齊死，或者呢都有住呢一個動機喺入面。唔理解嘅人可能就會好似蔣 Sir 咁，聽完之後就講一句喪心病狂。但事實上係有邊一個人一出世就想做一個喪心病狂嘅人呢？龍 Sir 自己經歷過現實嘅摧殘，若然唔係因為另一半嘅愛同埋接納，佢恐怕已經做出不可挽回嘅結局。喺心理學上面，絕望係會出現一種認知窄化嘅情況。喺壓力同埋焦慮底下，個人呢就好似喺條隧道入面咁，只係望到一條自毀嘅道路。當時嘅龍 Sir 只係諗到要炸咗警署。但女朋友嘅一句話，點解你寧願死都唔同我一齊去面對，就好似將佢呢條隧道打開翻另一個出口，見到除咗自毀嘅另一條出道。蔣 Sir 聽完龍 Sir 嘅一番話之後，問佢拎咗支煙，意味住佢開始去理解明白眼前呢一個人。佢問到究竟由幾時開始警署唔俾食煙嘅呢？終於表露出佢比較唔同嘅一面。成套戲嘅佢一直以嚟呢都好似好守規矩。但其實由呢句說話，我哋可以聽得出佢都有壓抑自己嘅一面。龍 Sir 好清楚咁講到，係2007年1月1號呢一日係乜嘢日子呢？呢日係正式實施修訂後嘅吸煙條例，所有食肆處所嘅室內地方啦、室內工作間等等嘅地方都唔可以吸煙。而龍 Sir 嘅下一句說話就講到，有一啲日子呢，我哋係唔可以忘記。既然呢個日子係講緊吸煙嘅自由，因為修訂條例而被限制，咁有邊一啲日子係我哋嘅某啲自由從此以後因為條例被限制嘅呢？龍 Sir 冇披露過自己見過 Ikea 同埋輝仔背後原因，除咗係因為佢 pansexual 呢一件事情令到佢理解到對方之外，亦都表達出佢對兩人嘅接納。pansexual 泛性戀意思即係不論對象嘅生理性別或者性別認同，都可以對佢產生愛慕嘅性傾向。佢呢度唔用 bisexual 雙性戀去形容，一來係佢愛嗰位 Andrew 嘅性別認同都唔能夠用男性嚟稱，二嚟呢係導演想俾大家嘅一個訊息，或者我哋都需要學懂接納社會上同自己唔同嘅人，好似龍 Sir 嘅老婆，好似 Ikea 嘅家姐咁樣。幸運嘅話，好似龍 Sir 同埋佢老婆，就算外界唔明白，都可以揾到一片屬於佢哋嘅燒烤場。但不幸嘅話，好似 Ikea 同埋佢家姐緣慳一面帶嚟嘅火光呢，就唔係燒烤場河畔上面嘅燈火，而係燃燒成個地方嘅一片怒火。Ikea 同輝仔喺臨死之前嘅一刻，喺巴士上面公然接吻，係最後一刻，兩個人終於可以
無視社會嘅規則咁樣，坦蕩去表達自己一次。呢一套電影改編自1998年武漢巴士大爆炸。喺電影門尾，我哋見到門後邊嗰句，在這個美麗的日子結束我們不美麗的人生，亦都係出自於當事人生前寫低嘅句子。但電影入面所講嘅真實事件，又係咪淨係講緊呢一單命案呢？無論係刻薄員工嘅茶記老闆，見到有人跳樓掂行掂過嘅路人，定係只係照住程序做嘢嘅警察，電影好多片段都呈現中一種人與人之間嘅冷漠。有啲人嘅感受原來從來都冇被重視過，當佢哋被逼到牆角，聽到爆炸聲嘅時候就已經太遲。就算 IK 有個對佢好嘅家姐，好似最後都改變唔到啲乜嘢咁。不過電影亦都借住龍 Sir 嘅結局，話到一條出路俾大家聽。IK 嘅悲慘命運，可能佢家姐早一個站落就改變得到。同樣地，龍 Sir 嘅老婆如果遲一日翻屋企，可能就已經係產生咗另一場悲劇。相遇嘅時機我哋控制唔到，但係人同人之間嘅關懷呢，係我哋每一個人呢都可以選擇去做唔做。我覺得呢一樣嘢唔單止係講緊同身邊嘅人，而係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嘅相遇都係咁樣。做老闆係咪一定要攆到員工咁盡，連人哋話見一見阿媽都要扣人工呢？做巴士司機、做公僕要照程序做嘢，我明，但係咪就代表唔需要俾尊重人哋呢？其實好多時候，大家唔係唔知道有規範，只係我哋有冇去理解過嗰一班我哋眼中唔跟規範做嘢嘅變態啊、畜生啊、曱甴啊。講到尾，人哋同我哋唔同啫，佢哋咪一樣係一個人嚟。電影就做完啦，現實同埋嗰場爆炸一樣，發生咗就係發生咗。但係下一次，當你見到一啲難以理解嘅人出現嘅時候，會唔會都停一停，唔好亂咁扣帽子，而係設身處地去諗一諗佢哋嘅情況呢？到底係啲乜嘢造成佢哋會咁樣呢？我哋未必需要認同佢哋，但係我認為至少可以有翻一份對人嘅尊重。因為講到尾，我哋同佢哋一樣，喺呢一個大千世界，我們都不是什麼。關於我們不是什麼呢，就講到嚟呢一度啦。我自己開始睇套戲嘅時候呢，已經俾佢嘅人物同埋劇情好震撼得到。當我寫呢一篇稿嘅時候，再回想多一次個劇情呢，先發覺有咁多嘅細節喺入面。我相信你喺睇嘅時候呢，都可能見到有好多嘅細節。所以唔知道你最中意電影入邊邊一個細節呢？又或者有冇另一啲你留意到而我又冇講到嘅地方，你想同大家分享下呢？都歡迎你留言一齊討論一下。因為啊，我隔住一個 mon 隔住個 YouTube 呢，其實係見大家唔到，淨係嗰一份嘅留言呢，先可以感受得到我哋人同人之間嘅嗰一份溫度。如果諗唔到留啲咩言嘅話，都希望你留一句支持，將呢一段片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啦，或者中意呢套電影嘅人。好，我係心理學家，我哋下一段片再見啦，拜拜。